想再俾打機嘥咗小朋友暑假嘅時間，想小朋友走出國際擴闊視野。Let's go to 就趁住呢個暑假參加 Star Club 嘅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比賽班。我哋專業嘅國際比賽班導師會帶住小朋友將現有最新嘅 AI 科技同跨領域 STEAM 知識結合，一齊製作獨有嘅創新發明作品，去參加嚟緊唔同嘅國際比賽，包括住 FLL、WSC、Science Fair、香港創新發明展覽會同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爭取作為香港代表出戰美國世界賽或者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嘅展出機會，同世界各地頂尖創新科技作品一較高下。所以3至17歲嘅同學仔注意啦，無論你鍾意 AI 人工智能、科學實驗、機械人、編程定係創意發明，我哋都會透過動手實踐，由零開始系統性訓練 STEAM 知識、比賽技能、演講技巧、團隊合作同創意思維，一齊運用創意同科學科技解決真實問題。用一個暑假嘅時間，俾小朋友帶住自己嘅作品走上國際舞台，體驗與眾不同嘅學習經歷。名額有限，即刻聯絡我哋查詢報名。We are now at Geneva Inventions.